在前来的过程中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后学的右手边，有我们的气组伙伴跟活动组伙伴还有组伙伴。我们以爱的鼓励3项来谢谢我们这3天来为我们努力付出、默默的在我们背后的伙伴。爱的鼓励3项。谢谢。可能。好，我们接着一起来了。我们请起立。请坐电子上。各位同学，这3天来，大家回满玩得很快乐，但是呢，或许相信各位也学得很多。那人生之外，就是要学习，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都不断地在学习，所以学习是我们人生的根本。假如比方说，我们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都会看着妈妈、爸爸或者亲人的一举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然后就这样学习。学好这个路，就是要比如你们的姐姐、哥哥，那弟弟弟按照哥哥弟弟的方法，哥哥姐姐的方法去学习。所有的人都是从学习当中长大。那当然，因为人从学习当中长大，对学习是因为人在社会上，因为很多汉事，我们本来不会，但是学了会，比方说读国会的同事不会，但是看到人家在学，那你也可以在学习，就会因为吸烟，看到人家在吸烟，你去学习，你就吸烟。你不来，你不来，看到人家骂，看到人家骂，对不对？所有一切都是从学习当中的。那当然，好也是学习的，坏也是学习的。那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记住我们这个道来学习，我们所学习的是要让我们的人提升，人的提升，就像说你刚才学校这个人的提升。那学习就是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从事将来超越这个人世间的生活，这就是学习。所以我建议大家学习孝胜先。当然，因为我们这边的课程主叫做孝道。这个学习孝道是身外是离开了，所以希望大家孝就是人道，人做，然后心对道，才能成道。所以希望各位在这几天学了孝道以后，回去在你家
叫他们学人学的灵或许都一些神仙道人是的人，他们都会端毛巾，还有剩下的什么后真各位就跟他们讲，你们在这里学习理解，会把毛巾端给前辈传说神学，那或者希望这个神学能够落入到家庭，让你们的家庭，那回去可以拿毛巾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还有不管端他们说好，他们回去就学习工作，但是荷兰这边来了，或者问了，你们有没有回去请父母吃饭或者说拿毛巾给父母擦擦的，或者说帮父母喝？他说有啦，但是我有的说不要这么麻烦啊，不要啊。那因为这个父母会教，其实这小小的都有学这个理解，也是做人的根本。虽然在外表看没有，但是是很像的根本，因为你们拿毛巾或者说会跟父母牵挂，会跟父母关系，虽然这是离，但是离不开呀，笑，离不开笑，所以从这个解决方面打笑的最好境界，所以希望各位借这3天，所以这个老师和教孝道。希望福气真的能够带来各个家庭，因为我在这里看很多这些大环境的家庭他们来了大家可以但是可以最后第一次可能是你家的父母你们的长辈还是在大环境所有或者是在这个父母那希望你们回去后觉得将来学习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所有这个平常的事这个道所有的各地圣人讲的话，平常心就道，平常的日进生活道，所以道不在不同，道不在不能生活。我们表现出来，所以希望各位好好的珍惜人生，也有机会好好的来学习。那这几天大家虽然天气寒冷的，但是大家快乐快乐好像在就是那大家希望各位大家愉快在这里各位拜祝大家新年快乐，一切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要求就是大家过年第2次都很多钱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相关的朋友或者出力，大家我们各自追求跟这些行政人员的规划，让你们知道不用钱的，但是不用钱，你们只要付出。
我们来吃了2点，要公司的我们第一有方面的国家重要的越来越多，没有反正知道那希望呢回去多跟你的亲戚朋友要一起来有生产那因为尤其我们有这种的大店有一根弥勒佛在印度叫财神庙，所以现在我们想要在商家的时候看到弥勒佛都变这个布袋，这个如意，这个金宝，或者说这个如意那个什么吉祥的东西。所以其实弥勒佛他是在以前这个释迦牟尼佛是财神爷，但是到现在才有定义他所以没有财神爷，因为在过去不止他是得上解困，初中生解困，那个时候真的很明显。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形象，释迦牟尼佛是一个记着大悲之心来表现，所以释迦牟尼佛挺悲哀的相，那弥勒佛是同乐，他是大慈同乐，所以现在只有弥勒佛跟济公不孝，其他都是这个光明所以只有弥勒佛。那我们今天到弥勒佛的命运，我们大家也过的生活蛮好的。那弥勒佛什么时候生的人？就是1月1日。所以我们做这个爱来向爱叫受念跟弥勒自受有一人我们这个要爱跟弥勒弥勒是1月1日生的所以呢这个弥勒财神爷，要是我们1月1日拜弥勒佛，会得到很好的那个回报。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回去交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圣坛来这个1月1日，大家团办，跟大家各